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巧切，台语安尼写巧切。华语的调度、安排、商量，台语讲巧切。这件代志头到尾拢是你咧烦恼，你要负责巧切好好势。你要甲所有的代志拢交互伊去巧切，恐惊无妥当。啊，巧切甲吹桥意思真相共。加在有意出面吹桥，这冲突才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啊，这批回介绍毋是死决，也有吹桥的空间。巧切的桥有两种意思，第一种意思就像拄则所讲的巧切、吹桥，就是商讨商议；第二种意思挪移调整，像巧一道、巧时钟、巧拔、巧耍、巧好济，拢是指字巧。啊，中医咧讲推拿咧讲敲骹敲骨，嘛是指字敲。啊，若敲切嘅切，顶下大力要害，台语讲切。像讲坐车，这路真无平，甲人切甲真无爽快，强强要吐。过来面切仔的切，切仔面的切，拢是指字切。煮切仔面，就是甲大面放落面切仔切切咧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巧切切仔面实在真趣味。